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宋罗，现在呢我在国外留学。今天我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件事情呢发生在2018年11月9号。这个时候呢是我高中毕业的，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了中国。那时候呢，我的中文也没有那么好，我只知道那个谢谢和那个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呢，没办法，因为只有好几天我就要去中国了，我只给自己的鼓励，就跟自己说，每个事情都会好好的过去的。然后我就跟我的父母说再见，然后跟亲戚的还有朋友们的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呢我就上了飞机。上了飞机以后，大概啊、5个小时左右，我就到了漳州。我觉得这边的地方留给我了好多的回忆，还有留给我那个好多的深的影响。就是第一次我刚到机场的时候，我以为会有人来接我的，我就在那个机场那边坐一会儿，等等看。可是我坐了一会儿，就发现没谁来接我，所以呢，我就没办法。最后我就拿着一张纸，那张纸是学校送给我的，就是有那个他们的学校的名字，那张表是叫2020表。然后我就拿着那张表去那个找车，然后跟那个跟那个司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司机说我要去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拿一张纸给他看，然后他就送我到那个学校。然后到了学校，那个司机就跟我说220块钱，我就交给他钱。可是呢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从机场到我这学校只有100多。我真的那天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倒霉了。到了机场，没人接，没人去接我。坐出租车到了学校，也被那个司机骗了。唉，可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新的经历。说到这，我事情就结束了。如果以后大家想知道什么事情，或者跟中国有关系的事情，可以在我的视频的下面评论一下，好吗？拜拜。